Hello，大家好啊！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啊嚇！咁啊嚟到咧嚇2026年啊，終於到1月1號啊！咁我諗咧，而家啲人咧好多都仲瞓緊覺啊，不過都要咧錄片啦。咁啊，大家尋晚有冇睇煙花啊嗰啲嘢咧嚇？或者出去玩啊咁樣咧嚇？咁我就冇嘅。咁啊，尋晚我睇到套戲就係咧。The Hunger Games 嘅即係飢餓遊戲嘅前傳，係講 Snow 咧點樣變奸嘅，由忠變奸嘅。原本都係忠嘅，但係因為一啲事情咧就變咗奸啦 Snow 啊。咁啊係啦，喺時候啊特別想睇戲啦。咁好似話咧前傳嘅第2集咧，就唔知今年定出年做，即係2026定2027年啊，自己 check 翻。咁啊，今日主要講飄馬嘅新聞嘅，咁啊其實仲有好多品牌都有出新嘢㗎。咁啊，特別過咗聖誕節咧，啲人咧就即係啲牌子啦，就可能會出關於農曆新年嘅嘢啦，關於可能情人節嘅嘢啦，關於NBA 明星賽嘅，咁今年仲多過世界盃啦。咁我哋可以逐個牌子慢慢講嘅標誌。咁但係今日咧講個飄馬先。咁喺澳洲飄馬 website 咧，咁有一批新嘢出咗嚟啦。今日咁有 Majesty 有兩對啡色，不過啡色好似唔好露麗啊，因為啡色係木啊嘛，木生火喺赤馬年咁樣，會唔會越燒越旺咧下邊？咁係啦 Majesty 啦嚇，咁有啲唔同嘅，可能 Speaker 有啲 Monstro 嗰啲啊嚇，咁有Aston Martin 嘅衫啊 ，Aston Martin 嘅 Formula One 同飄馬嘅聯乘啊，咁當然你仲可以睇到其他嘅聯乘嘅，譬如啱出咗 ET 啦嚇，或者你我睇翻 Represent 嗰啲聯乘啦嚇，Sonic 嗰啲啦，有啲就原價，嗰啲就減價，喺呢個時候你可以睇嗰啲嘢。咁仲有咧，如果再講飄馬咧，就灰色嗰對 Harley One 咧，終於有確定時間推出啦，就係咧喺1月嘅30號推出嘅嚇，接近明星賽嚇，咁大家咧就可以咧留意下啦嚇。咁你講住飄馬先 OK。